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咁今集咧又開一部唔同嘅車啦。咁其實就來自 Micro Turbo 嘅。咁啊咩車咧？咁啊本田 fans 一定會買嘅必買項目就係無限 RR 啦。咁啊好多朋友會話啊呢部車有咩咁特別啦？當然開得頭冚呢個係基本嘢啦。咁但係細節方面可以話相當之多啦，亦都令我非常之有驚喜嘅一個車款啦。咁啊嗱。我哋今集就開始去睇下呢部車嘅細節入各樣嘢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呢 CLS 啦。無限同本田咧可以話息息相關啦。咁事關本田中一郎個仔本田進博咧，就喺1973年創立咗呢一個牌子啦。咁亦都專注高性能嘅改裝啦，亦都同本田非常之關係密切啦。堪稱非官方性能部門啦。咁今次呢部無限 RR 咧，咁其實係無限首次推出嘅完整車款啦，亦唔係話非官方嘅或者係官方嘅改裝套件嘅。咁標誌住同本田合作嘅新里程碑啦。咁呢部車只係做過300架嘅啫。喺當時嚟講，10分鐘就已經賣晒啦。咁至今呢部車嘅價錢咧，亦都非常之高啦。咁當時呢部車打造嘅原因咧，係因為想喺日本嘅筑波賽道用頭轆車最快嘅紀錄啦。咁用上全限纖嘅引擎啦、尾翼啦、各樣嘢啦，咁令到車身嘅重量再減咗10公斤啦。咁其次亦都係基因血統嘅問題啦，再加埋 Type R 嘅精神啦，仲有無限嘅專屬徽章啦，咁令到呢架車可以話喺賽車場上面可以非常之輝煌嘅。咁結合無限同埋本田嘅技術啦，滿足晒車迷對於駕駛嘅渴求，並創造出收藏嘅價值啦。咁喺機器方面咧，採用咗240匹嘅 K20A 啦，再用賽道化嘅調校啦。喺 NA 方面可以話真係屈機嘅。咁啊呢部車唔只係一部性能車，而係兩大牌子結合嘅永恆經典啦。咁啊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睇到呢一款車啦，咁其實首先有一個疑問啦，咁其實我唔係一個本田 fans 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都會見到紅色作為佢哋嘅主色嘅，咁點解無限會用呢一隻色呢？其實睇翻資料啦，原來當年本田首次參加 F1 嘅時候咧，就係用呢個日之丸，即係日本國旗嘅配色啦，去表達日本人對於賽車文化嘅精神啦。咁呢一隻顏色咧，其實叫做 Milano Red 嘅，咁我哋一般人咧就俗稱佢做無限紅啦。咁 Micro Turbo 咧，今次喺整體嘅顏色嘅準程度可以話係接近一樣啦。咁整體嘅質素方面咧，用上大量嘅碳纖啦，大家會見到咧，今次喺車頭冚方面咧係採用一個分件式嘅設計啦。咁但係咧，碳纖方面當然就睇唔到啦，咁但係喺質素方面係相當穩定啦。陣間我合翻埋，大家就會見到個罅隙係幾咁好噶啦。咁啊做得相當唔錯啦。咁甚至咧，今次喺一個尾翼方面，亦都盡量去降低車身嘅風阻啦，各樣嘢啦。咁作為賽道嘅一個夢幻車款啦。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轉頭先合翻埋個車頭冚同大家一齊去講下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成份車頭咧經過咗改裝之後咧，更加係低咗啦。咁頭泵把力都經過重新設計啦。咁整體嚟講咧，亦都加大咗進氣嘅部分啦。大家可以見到咧 ，Micro Turbo 喺前面嘅呢一個鐵絲網嘅質感咧，可以話做得相當豐富啦。我自己比較欣賞咧。成個質感咧，可以話係我暫時見過最接近樹枝效果嘅無限 RR 啦。咁三角形嘅進氣網嘅部分咧，全部都係非常工整之餘咧，最特別嘅地方當然就係霧燈嘅設計啦。我自己就咁睇啦，呢個霧燈咧係有少少分黑嘅效果，同原裝車嘅效果基本上係一致啦。咁呢一啲地方你都睇到佢嘅細節部分嘅。嗱，大家會睇到咧車頭冚嘅效果咧，當然我打開咗啦。咁其實咧從引擎嘅部分可以睇到啦，我可以咁樣夠膽講，接近鑑賞級別嘅一個細節度嘅。點解咧？首先進氣支氣管嘅頭4個缸嘅位置，碳纖嘅頭冚呢個為咗減輕嘅質感，亦都減輕重量啦。
咁啊呢一度點解會偷到最輕？話我成架車減多10公斤，就係呢一啲位置去左偷輕右偷輕啦。咁支氣管嘅部分進氣系統咧，全部碳纖效果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咁今次裝嵌嘅部分咧未講，最重要係今次喺開模具嘅方面咧，可以話相當立體嘅。我自己比較欣賞就係佢前面呢個部分，大家話喂佢引擎好正，係嘅。但係大家會睇翻 Micro Turbo 喺整體嘅周邊位置係比以前進步咗非常非常之多嘅。咁呢一個咧係大家想見到嘅嘢啦。同埋車頭冚嘅引擎蓋部分咧，亦都有做到一個我哋叫做嘅部分嘅。咁我而家咧就示範下合俾大家睇啦。大家會話喂，佢個罅隙位係咪好難裝？其實咧非常之簡單嘅啫，只係插咗入去啦。咁其實咧係嘅，會有少少困難嘅。咁但係呢一個困難咧係只要小心處理咧就可以噶啦。係啦，褪翻啱啲位啦。大家會見到基本上係無縫設計咁滯㗎啦。我自己咁睇啦，個罅隙位無論喺任何嘅角度睇咧，都係非常之可觀嘅。咁呢一個咧，亦都係 Micro Turbo 今次喺整體嘅車頭部分上面去處理嘅地方啦。咁我自己就反而中意打開冚啦，因為睇到呢一副 K20A 嘅效果啦。咁接近零死角嘅效果，唔知大家咧本田嘅 fans 收唔收貨啦？咁另外一點啦，頭燈嘅設計部分咧，亦都有做到裙邊式嘅設計，呢啲咧亦都係大家想見到嘅地方啦。過往有一啲其他廠做嘅，咁但係你話要做到好精密，罅隙位置做到咁好，又可以睇到頭冚咧，我相信我好似暫時未見過咯。係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去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整體感覺就係簡而精啦。咁經過無限嘅改裝之後啦，線條多咗一啲元素嘅，包括後泵把嘅部分啦、側裙等等嘅地方啦，增加咗唔少嘅肌肉元素喺入面啦，令到車身咧更加突顯到啦。咁今次咧整體嘅車架咧轉為鋁合金啦，提高剛性，亦都減低車身嘅重量啦。側裙咧亦都係今次 RR 咧特別去訂製嘅款式啦，咁今次咧Micro Turbo 咧喺整體嘅表達方面咧令人滿意嘅。咁呢一個位置啦，大家可以從反光嘅位置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個線條咧非常之率直啦、靚嘅，同埋令人滿意嘅效果啦。咁呢一點亦都值得一讚啦。同埋今次呢一隻紅色咧，對比起之下咧，更加突顯到整體嘅效果，亦都睇到 Micro Turbo 喺整體噴塗掃顏色方面嘅穩定啦。呢一隻紅色咧，暫時亦都係其實我之前都有調配過呢一隻顏色嘅，咁應該咁講啦，好接近原廠顏色嘅效果啦。咁另外一點啦，今次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喺尾泵把嘅後面嘅設計啦。咁呢一轉頭先會講嘅。咁最主要嘅部分當然喺尾翼嘅結構啦。今次咧除咗發熱線嘅地方有處理到之外咧，另外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呢一個尾翼嘅地方啦。咁今次咧亦都為咗偷輕，所以完成咗成份碳纖，但係兩邊嘅位置依然做到顏色。塑膠零件咧嘅部分咧，同埋呢一個碳纖同埋金屬嘅質感嘅一致度咧，非常非常之高嘅。咁暫時係我見過最滿意嘅合金 RR 嘅款式啦。咁首先講一樣嘢，另外一樣嘢啦，就係今次喺整體嘅我哋叫做光滑處理方面咧，好接近真車嗰種成熟度啦。咁另外值得留意嘅，亦都係今次車鈴嘅剎車碟部分啦，亦都有注意到應該要有嘅細節啦。剎車碟同埋鮑魚嘅地方咧，同樣地突出嘅。咁大致係咁啦。咁我哋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整體嘅車尾亦都係正常地，即係最容易識別到佢係 RR 嘅分別啦。咁結合咗賽車化嘅效果之後咧，線條以及各樣嘢多咗好多啦。例如首先我哋睇到嘅呢一個咁特別造型嘅尾擾流嘅效果啦，帶來視覺嘅衝擊啦。咁呢一點咧，其實可以睇到咧 Micro Turbo 喺尾擾流嘅地方做出個應該要有嘅質感啊。咁其實咧過往樹脂車都有做到嘅，但係而家合金車都做得到，而且
且金屬喉嘴嘅部分咧有獨立分件嘅，咁呢一個咧令人哋有驚喜嘅位置啦，亦都係本田 fans 成日想要嘅嘢啦。咁而家做得到啦，鈦金嘅質感做咗俾你啦。另外尾燈嘅部分呢一點咧，亦都係作為接近樹脂車效果嘅質感啦。咁呢一啲豐富嘅地方，我自己比較欣賞嘅地方就係4盞大圓燈嘅水晶圓潤度質感啦。我而家對於佢呢個信心，今集會唔會提高咗好多呢？因為其實咧，整體嚟講啦，咁其實我自己都有收藏過舊款嘅一啲款式啦。其實呢款車我有收嘅，咁但係因為我唔係一個本田 fans，但係我都有收呢一款車嘅原因係因為始終無論係真車同埋車仔界入面咧，佢個價值都相當唔錯啦。咁所以咧，呢一款車我建議大家都係絕對入手啦，因為係咯。嚟到內籠嘅細節部分啦，比起普通嘅版本採用咗紅黑色嘅設計啦，咁你哋會話好似同普通版本冇乜分別嘅。咁當然啦，第一點我哋會睇到嘅就係換上咗2張特別嘅無限座椅啦。比起普通嘅版本呢一度咧，Micro Turbo 咧，除咗有做到做翻個 logo 之外咧，紅黑色嘅裙邊位置咧都令人滿意嘅。咁另外啦。咁基本上豪華嘅音響咧，基本上就拆晒㗎啦，因為咧為咗令架車盡量去偷輕啦。咁另外咧，軚盤以及各樣嘢嘅中控台熒幕咧，亦都去拆除翻，盡量做翻賽車體驗嘅感覺啦。咁呢一款車亦都作為本田 fans 必須收藏嘅一個款式啦，亦都係暫時我見到合金比例上面做得相當豐富，亦都係睇到咧 Micro Turbo 嘅設計部門咧花咗好多心機喺上面去刻畫點樣可以用有限度嘅 budget 啦，去做到我哋而家眼見嘅嘢。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10分滿分嘅，咁恭喜晒 Micro Turbo 啦，作為上半年最耀眼嘅一個款式啦。咁無論喺外觀細節方面都有經過心思嘅一個款式嚟嘅，大家咧可以睇到 Micro Turbo 嘅產品咧越嚟越成熟啦。但係你哋會話係價錢有啲貴，但係咧回饋到俾你哋嘅係意想唔到嘅驚喜咯。咁呢一個就係咁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大家睇晒成條片啦，唔知大家覺得呢一部車嘅感覺係點啦？作為本田 fans 嚟講咧，如果你冇儲開樹脂咧，合金車呢一款咧，基本上係一個必然嘅選擇嗱，因為之前另一個牌子出嘅款式你已經炒得好貴啦，咁又開唔到頭冚喎，咁今次呢一款車咧又可以開到頭冚，又可以睇到細節，咁係咪一定要買先？咁大致係咁啦，咁另外一點啦，咁少少自己呢個 channel 嘅少少公告啦，咁真係兩句説話啦，做得一集得一集啦，我唔知未來係點啊，咁係啦，講完啦，如果覺得好嘅，請我飲杯咖啡，咁大致係咁啦。咁好啦，我哋下集見啦，拜拜。